众朋友，早早欢迎收看3月20公视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苏眉。新闻头起先来关心昨半暝啊11点外一个消息，有一位保七总队的一个姓曾的中队长，看一篇文章讲家己伫咧做工课时阵有受到无公平对待，了就甲家己锁伫咧青海城内底抗议。保七总队的高层透明沟通，半暝啊13点外，成功甲迄位中队长扣劝离开青海社，详细情形还阁调查。因为我对这个处分非常的不能接受，所以我恳请委员2位委员能够替我主持公道。家己拍影片，请监察委员来调查。台中市西区的保七总队第3大队第2中队队长曾理德，指控总队总共无具名检举，家己遭受到无合理的调动处分。19号，伊入去驻地抗争的仓库对内面反锁抗议，警方高层赶来沟通。觉得那个处分真的是太重了，我今天又不是酒驾造，然后调离非主管，那个是一个面子的问题，而且我自认我很认真。每次都是这样，然后姑息养奸。无确定伊是毋是有疫情，警方伫咧外口戒备，大门锁条的媒体拢守伫咧外口。透早3点外，保七总队出面证实双方沟通顺利，曾理德已经从抗争的仓库内面出来。其实他情绪很平静，很平静的。那他对于他这个整个的诉求，还有总队长的这跟他说明的话，他能够适度的这个了解跟接受。伫曾理德所讲的工作无公平的抗议，总队表示会协调相关单位处理，若若违反相关的职评规定，甲家己反锁伫咧抗争的仓库内面，也会做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接落来关心疫情的消息。昨过来增加6个本土，有3例是伫咧嘉义，甲一间饭店食喜酒的群聚有牵连。另外有2例是中营航空的清洁人员，目前也未找到感染源。境外病例部分，昨是增加120例，是有史以来上介济一天。另外，韩国逐天是增加340万例，所以指挥中心就宣布讲，对后礼拜2开始，对韩国入境的旅客到台湾都要随采检。嘉义秀林国小就外紧急式采检站，为全校师生采检，因为奈斯饭店婚宴群聚搁扩大，增加3例本土病例，其中1例是秀林国小校长，学校也有封城停课10天到3月28。这个群聚案总共已经有4人染疫。2个案例都是参加这个 Nice 喜宴，那他们都是其中的这个宾客。那他们都是被通知采检，那在通知采检的过程当中被确认确诊了。个案在3月15号，他曾经自己觉得喉咙稍微有点不适。3月18号收到我们细胞简讯以后，经过本府的卫生局来协助安排采检 PCR， 后续检验结果是阳性。桃园也增加3例确诊，其中21915例是40多岁女性，因为快先采检确诊，抗体甲接触者检验结果研判是旧案，对社区影响无大。特别注意是21913甲21914例是中型航空清乘人员感染源，要去调查。都是20几岁的女性，那都是某航空公司的清仓人员，那各于3月15及3月16有喉咙不适的症状。那接在3月18，桃园机场员工定期筛检验出。考虑最近韩国疫情严重，逐天增加的病例数是全球第一，境外移植病例可能影响台湾社区防疫。指挥中心宣布，为22繁衍开始，增加韩国航线航班落地时采检。检验结果阴性的人会用回去，1人1户，或者是去防疫旅馆完成10天检疫和采检。那阳性后送到专职病院。目前落地爱采检的国家有欧美、中东、纽约、印度、东南亚甲12新增的韩国。提醒旅客一定要配合入境检疫作业。记者综合报道。这个新冠疫情已经2年多，所以一直无要收煞的办势。世界卫生组织就表示，目前要当咧大流行，离疫情结束也阁有一段真长的路要行。
而且最近亚洲的疫情是愈来愈吃力，韩国已经超过900万例，香港超过100万例，中国嘛是一天都会增加4000例。新冠疫情持续2年多，各国开始放量防疫政策，这敢是代表疫情有可能伫今年结束咧？世卫组织18表示，头前还阁有真长的路要行，目前北边还阁伫疫情大流行的阶段。The pandemic is far from over. We are seeing actually an increase in cases this week. And sadly, we're still seeing between 60,000 70,000 deaths. So we are definitely in the middle of the pandemic. 世卫组织表示，新冠疫情确诊人数有个月是依次降低的趋势，不过为顶礼拜开始，人数又阁开始增加。可比亚洲部分地区，还阁有中国各邻省拢爆发疫情，尤其是19中国新增加要4000例确诊，还阁有2个死亡的病例，拢出现伫吉林。这嘛是继年外了后，中国阁一个通报死亡的病例。吉林市从3月18号到20号，继续在全域开展3轮核酸检测，并且实施更加严格的管理措施。毋但中国，香港更加是重灾区。第5波疫情到达，确诊人数超过100万人，死亡人数要5000人，嘛超过中国通报的总人数。根据统计，2022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0万人决定要离开香港。不过因为严格检疫要求，除了回量机的机抓数量减少，想要带动物伴离开是更较恶，所以防弹条的动物伴是明显增加，动物收容数嘛无用试试。I think we have definitely seen an increase in the amount of dog owners abandoning their dogs because they are moving out of Hong Kong. 另外，亚洲区的疫情嘛无较长好，日本2月28累计确诊人数达到500万例，再过18天尔就增加到600万例。韩国最近过一天确诊的人数是全球第1，19新增加38万外例，累计确诊超过900万例。专家预估，21防疫措施放零了后，人数还阁会加悬。记者综合报道。今日的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回来看，头先是自由时报。瑞典哥德堡大学最近发布 V.2021年的报告，报告当中指出，台湾是上接受到境外假信息的国家，而且已经连续9年是排伫这项报告的第1名。防范假信息的措施要搁加强。收落来是联合报，台北文山区的再兴社区昨中昼。有一栋公寓楼尾顶的壁中向放起，甲3楼甲4楼的露台拢地放起。落落来，阿门头甲泰路搁去喊着停伫咧1楼的车，加在无人伤亡。上尾是中国时报，美国总统拜登甲中国的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用视讯讲要2点钟。拜登是表示，若是中国提供罗西亚物资，甲罗西亚斗相共，就会付出严重的代价。白宫嘛暗示讲，若是有必要，会对中国实施2级的制裁，也就是连带制裁中国。咱台湾即阵当咧实行新制度的教育调剂，而且因为乌克兰甲罗西亚的战争，有后备军人就认为讲，登去操兵保卫国家是应当的。不过，即马煞是有陆军特战兵表示讲，教育调剂用的拢是新装备，不过因即寡志愿的军人煞是连个人的装备都无。军用卡车甲后备军人送去报道的所在，陆军步兵203旅炮兵营新制教调，19早起伫台南认真报道。面对14天的教调，有的人是感觉其实无遐尔困难。先前4个月都有办法当兵当了下去了，相对的2周，认为其实真的还好。台湾人，我们国家的，我们当然也希望好去日，但是我觉得说要有实质的意义。一般罗岗的教调会当请公假，薪水嘛照领。不过像这个开鸡排店的教调员，伊的店都要休半个月。虽然伊真愿意替国家来付出，嘛愿意参加教调，不过嘛希望政府有配套的措施。日薪的，那或者自营业者，那能够。对于他能说在征召上面能有所调整。5·2战争的部分，那自己也有深刻的体认，自己土地下的国家，真的我们要站出来自己保卫。我们自己不保卫自己的国家，那谁来配我们保卫？罗西亚甲乌克兰的战争，互民众较有危机的意识。国防部强化后备战力14天新制教调，强调严格落实训练。这届陆军步兵203旅炮兵营的训练，就包括编制武器的射击、甲战备训练等等。训练强度为着重在它的中高级专长，也就是我们的炮兵的射指、观测、通信、炮操及测量。即马新制教调已经开始实施，不过嘛引起现任陆军特战士兵的不满。因讲做2年的志愿役，连战斗个人装备都无，教调员所通用新的装备。
针对这点，陆军回应讲，战斗个人装备、甲战斗支援等等部队的性质来编预算，而且按顺序来发，按算会伫2024年完成。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国际消息，根据联合国的统计，罗西亚去拍乌克兰高打，已经造成超过100个囡仔死亡。乌克兰有民众伫咧广场摆100外台的尼姆车，要哀悼这寡未负大汉的性命。面对这款悲剧，乌克兰的总统是搁再呼吁罗西亚赶紧协调停战。不过普廷却是讲出兵是为着要解救乌克兰。18伫乌克兰西部上大城市利沃夫，民众甲109架无囡仔咧坐红眼车排伫利沃夫的大厅，来哀悼出兵拍乌克兰自20外天以来，伫咧战争不幸罹难的109个囡仔。有民众批评讲，去互美国总统拜登讲是战犯的罗西亚总统普廷已经失去理智啊。Хай буде так, щоб всі діти, які мають бути в цих візочках, були в цих візочках, щоб жоден візочок не був порожнім. Я скажу те, що я думаю, тому що нормальна людина ніколи в житті такого не зробила. 根據聯合國上新的統計，羅西亞入侵烏克蘭以來，已經造成烏克蘭超過2000個百姓傷亡，其中包括約800個人死亡，也有109個人是囡仔。因為烏克蘭國內都有650萬個人是有路無厝。因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9翻點了後，伫咧基輔的街路錄一段話，呼籲羅西亞針對停戰展開有意義的對話。若無羅西亞是無法度來彌補因犯下錯誤。Тому переговори про мир, про безпеку для нас, про безпеку для України, вони змістовні, чесні, без затягування. Це єдиний шанс для Росії зменшити шкоду. 普廷18伫羅西亞佔領克里米亞半島8周年大型的活動內底強調講，出兵拍烏克蘭是為着要解救烏克蘭東部頓巴斯地區講羅西亞語的民眾，因所受到的侮辱甲種族滅絕，佮引用聖經內底的內容，俄羅斯的士兵攏是英雄。Такого единения у нас давно не было. 這場在莫斯科體育館的克里米亞之春的活動，現場是插真濟羅西亞的國旗。不過，幾個無簽名羅西亞國營企業的員工，甲路透社講，因去予公司的主管強迫愛來參加，嘛有學生去運動員都愛去現場。真濟民眾是無支持戰爭，因嘛有親人佇烏克蘭，嘛真想要知影佇烏克蘭真正的情形。公司新聞警員劇編譯。羅西亞手落天然氣，有儕歐洲的國家攏是倚靠羅西亞的天然氣來發電。不過，這場戰爭煞是讓未少國家開始思考因國內能源問題，要解決傷過倚靠羅西亞的情形。親像比利時，本來是2025年就要把所有的核電廠關起來，但是決定講要擱延長10年。捷克跟法國甚至擱暗算講要加起新的反應爐亞核電機組。去年年底，比利時政府對外宣布，要在2025年進前關國內2個核電廠總共7座反應爐，來達到恢復加恆的目標。不過，因為俄烏戰爭開始，顯示出倚靠俄羅斯天然氣強行的風險，所以為確保能源強行安全，總理德克魯18宣布，應該讓核電廠延長使用到2035年。Dans le détail, mais c'était important que le gouvernement fédéral montre cet acte politique de la volonté de pouvoir prolonger le réacteur pour une période de 10 ans. 法國是全世界使用核電比例上懸的國家，佔全國總發電量的70%。進前尋求連任的總統馬克宏第一擺提出競選連任政見，其中一項伊強調，要帶法國走向更較自給自足，開更較濟資金佇農業、強化軍隊等懸，加打造更較濟核電機組。Pour moi, le premier élément, c'est d'abord en répondant aux crises, en ayant tiré les leçons des crises que nous avons vécues et de la guerre que nous vivons, tâcher de faire de notre pays une nation plus indépendante dans une Europe plus forte. 歐洲的天然氣四成來自俄羅斯，主要提供德國、意大利甲中歐國家。這擺俄烏戰爭，讓未少國家重新思考核能政策。根據美聯社報道，捷克17也宣布要啟動新增設反應爐招標案，不過謝絕中國甲俄羅斯競標。中歐的斯洛伐克甲匈牙利會咧組找擴充核電設施。記者綜合報道。聯合國公布2022世界快樂報告，北歐的芬蘭是連續5冬排伫咧第1名，咱台灣是排伫咧第26名，是東亞的國家當中上界頭前的。
即阵当咧烧钱的乌克兰甲罗西亚是排伫咧尾啊，也若是上届无快乐的国家是去年由塔利班落权的阿富汗。3月20是国际幸福日，联合国18发布2022年世界快乐的报告。圣诞老人的故乡，也就是北欧的芬兰，连续第5年摕到全球上快乐国家的头名。民众对芬兰搁一届吊顶，拢感觉这是疗伤会到的代志。En oikeastaan ole yllättynyt siitä, että suomalaiset itsekin keskimäärin pitää itsensä onnellisina, että kyllä täällä kieltämättä moni asia on kunnossa ja ympäristö ja Vie aika ennen kuin suomalaisia oppii tuntemaan, mutta kylmän kuoren alta löytyy usein lämmin sydän. 芬兰今年伫149个国家内底，满分10分，以7.821分，搁一届摕到上快乐国家的第1名。同款是北欧的丹麦甲冰岛，是排第2甲第3。台湾今年排26名，超过27个新加坡。也那日本是56名，南韩是59名，中国是排72。报告指出，面对新冠疫情的第2年，虽然民众已经无遐尔烦恼甲悲伤，不过也是无法度甲疫情爆发进前来比。美国今年进步3名到16名。也若当伫咧烧钱的罗西亚甲乌克兰，罗西亚排80名，乌克兰排98名。虽然这个报告是伫咧战争爆发进前就已经完成啊，不过这2个国家是拢排伫较后壁。也若全世界上届无快乐的国家，是去年8月份由塔利班接管的阿富汗。也若倒头算第2名是经济崩盘的黎巴嫩，倒头算第3名的是非洲南部的辛巴威。这是联合国第10届发布世界快乐的报告。这个报告的排名是以各国的民众对因家己的国家的感受，也有社会福利、生活的自由度、经济发展，也有政府赚钱的程度等等的指标来正做标准。公司新闻景观强编译。转来关心国内消息，因为天气，台南的沙巴鱼甲屏东的泰国虾产量减少，成本增加，即阵价销嘛对得起。台南有卖沙巴鱼肚的老店，过年过已经起5块，屏东的泰国虾餐厅嘛拢小煞起价。头家娘对店内底孵出一大片的鱼肚，才搁放姜丝，这是在地人甲游客拢真爱的沙巴鱼肚汤。但台南的沙巴鱼因为去年干旱减产，加上饲料起价，养殖成本提悬，互即碗鱼汤伫真侪老店拢起价5块，即马一碗大约要80至90块。疫情的关系啦，再加上那个温辣它都有涨啦，所以说我们成本上就没办法负荷，所以稍微涨了5块钱这样子。活跳跳的泰国虾对猪仔孵出来，其实唔拿沙巴鱼、屏东泰国虾同款，因为天气甲饲料等原因，造成产量减少。过年了，价销嘛连起2摆。大概涨2次，一次都涨30块，然后目前。昨天又涨了30。泰国虾去年疫情期间大盘收的价销大约是200块，即马起到290块至360块。互餐厅甲钓虾场的业者拢感觉食袂消，部分的业者决定对起价，但嘛有业者烦恼人客无接受，拍算搁观察一下。记者陈焕武、陈显坤南部报道。108年的考纲改革了后，今年7月就要办头一届大学分科测验。不过，因为未搁考国文、英文甲数学语，就有人批评讲是搁变做考一遍就定生死的情形，颠倒会造成学生的压力。有民间团体就呼吁教育部明年要甲这3科恢复考试。教育部长潘文忠是表示会恢复考数学语，不过当时恢复也搁唔知。教育部是说希望我们可以有更完整的学习，可是却造成我们蜡烛2头烧的情况。许多同学他们要准备分科测验，然后还要准备个人申请的面试，我们还要准备高3下学期的课程、段考等等。写108年考纲观察报告的高3学生甲国教行动联盟开记者会，因对考纲大改革感觉真无奈，因为7月份虽着要办头届的分科测试，国文、英文甲数语拢未考，分发学校看学测成绩的情形变动，加上题目变难，相关科系大学简单看数 A 或者是数 B， 认为讲安尼生做社会组的学生足吃亏，考试变一届定生死。很多同学有提到，他们自己的国文跟英文在学测中考砸了，但他们就失去了挽救的机会，然后分科测验就考可能自然或是社会的几科，对他们来说也没有
达到可以翻身的目的，所以就必须要选择重考。建中的校长以前几年的经验来评估，认为讲需要考分科试验的学生大约6-7成，希望制度完善，减轻学生的压力，也通适时来降低学测的难度。也那国教明是呼吁教育部恢复考试科目唔免受3年前爱公告的这个限制，明年就恢复。我们呼吁教育部呢，能够在学生报名参加分科测验之前，能够公告学测成绩的积分，对照分科测验到底他得几积分。教育部希望尽早给我们一个时程表，我们是希望明年就可以把分科测验的国英数语能够海上。希望教育部长潘文忠17已经表示，分科测试会加考数语，不过倒一年会恢复。国教明甲学生拢希望赶紧有答案，因为每一步伫咧选择上拢真艰难。记者阿敏真郑派文台北报道。中华一位出名画家陈炳成，顶个月伫邮局寄话要去韩国比赛，不过作品煞是寄甲无去。警方赶紧倒找加载会赴比赛，而且佫着金钟转来。不过，迄位捡到话煞无老实通报民众，但已经放上班。即摆邮话合作金兴渔村有代表台湾出国比赛，伫韩国首尔阿西亚美术交台展的比赛摕到金奖，画家陈炳成是感觉真欢喜。真的很高兴这一幅作品可以失而复得。要摕到这个奖是真无简单，即摆要参加比赛过程嘛是经过波折，就伫今年2月份。准备要甲作品寄去韩国参加比赛，邮局的邮务车后斗怪无好势，即百度落去全互扣去。加在警方无甲1天的时间，就找到捡到这百度的人。除了感谢警方，伊嘛无责备这个捡到的人。因为他捡到，我这个作品才可以重新曝光。那第二个就是它保存的很完整，那所以我可以如期的参赛哈。那我想我还是很感恩他。陈炳成从2019年开始，连续几届参加国际美术展览，拢摕到真好的成绩。得奖了后，伊的作品嘛愈来愈有价值，收藏的价值嘛愈来愈悬。这百度是警方斗3天找到了后，赶紧搁寄去参加比赛，摕到西画优画组的金奖。虽然伊本人是无要追究，不过这要受法律的责任。那来讲，这是属于非告诉乃论，所以被害人即使不愿意追究，警方仍然要移送。那检察官可以因为被害人不追究而做缓起诉，但是被告不会因此无罪。律师表示，捡到这百度的人，无将物件交去予警察机关，涉及刑法侵占20物的罪嫌，这是属于非告诉乃论，相当会当罚1万5块的罚金。警方讯后，嘛甲这个查甫人函送法办。记者综合报道。有一位香港的艺术家林敬婷，之前伫咧一个展览当中熟悉一位台湾的艺术家柯以璇，两个人开始合作做一款你一半我一半的艺术创作。一个人先画一半，甲另外一半寄去予对方完成。5年来，作品往回超过700公里。左手边是香港大佛，正手边是台湾的，另外这幅图嘛是同款。香港艺术家林敬婷甲台湾艺术家徐以璇，过去5年的时间，拢是一人角度先创作一半，再搁寄予对方完成。作品来回路途，算的竟然有700多公里。很不简单，因为其实创作就是一个人创作就已经很难了，然后何况是2个人创作，然后你的作品还要去搭配另外一方的作品。创作过程中也发生真侪趣味的代志，而且完成作品了后，常常拢会让对方有惊喜的感觉。一开始是真的一半一半，但是到后来我们会有越来越多不同的变化，像也真的不用把画面切割到真的一半。而是可能有一个建筑物里面的其中一面那个墙，可以留着一个空白的空间。当初他会寄那个一半大佛给我的时候，我是很惊吓的，因为我是后面那个要做的。那通常收尾那个人呢会比较辛苦，因为必须要考虑到画面的完整性，所以我就把那个台湾的那座大佛变大，然后整个面向我们的观众的画面。两个人经过5动画分隔2地创作，嘛渐渐互相介意。在2019年结婚，互这段真特别的艺术创作有美好的结果。记者杜君和新潮报道。这回来关心今日各地头的天气预报资料。
部地区19度到28度。中部地区18度到29度，南部地区19度到30度，东部地区19度到26度，外岛地区19度到25度。感谢您收看今日的早起新闻，我是苏比，祝您规工顺心，再会。